舊屋嘅垃圾帶入去裏邊咧？今日我哋嘅題目係臥底甩徹底跟基督。呢個沙底嘅人生咧，可能係反映緊臥底甩底，但係點徹底去跟基督咧？咁我歌羅西書3章1至12節係咪唔得啊？定可以？OK 啊，聽到好。歌羅西嘅教會咧，正面對一個非常嚴峻嘅處境。有啲假教師正喺度試圖將信徒、將一班弟兄姊妹帶離開福音嘅正路。佢哋鼓勵人去敬拜天使，遵守各種宗教規條同埋儀式，又追求所謂更高深、更神秘嘅知識學問，彷彿基督嘅救恩係唔夠用啊！一定要加啲嘢先至能夠達到真正嘅屬靈嘅成熟。保羅點回應呢？保羅將信徒嘅目光帶翻去真正嘅知識，就係認識基督，高舉基督。今日呢個世界咧，同樣充滿咗好多哲學導人迷失嘅思想。呢啲思想咧，往往包裝得非常合理嘅，甚至帶幾分真理嘅外表，好容易令我哋不知不覺間咧，就對基督失去咗信靠，偏離咗。保羅提醒我哋，真正嘅答案唔係追求更多新奇嘅理論，而係不斷咁從神嘅說話去認識基督，讓佢成為我哋生命嘅中心。當基督居首位嘅時候，我哋先至能夠分辨真假，睇清楚呢個世界，而且有力量去面對各樣唔同嘅挑戰，唔離開真道。歌羅西書喺整個新約裏邊咧，係一個非常以基督為中心嘅書卷之一。單係4章裏邊已經出現咗25次，所以基督呢個字喺歌羅西書係非常重要。咁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明白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，你多啲睇歌羅西書。我想大家一齊起立，我哋讀1到12節，好嗎？預備1、2、3。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，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。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葬在神的裏面。基督是我們的生命，他顯現的時候，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榮耀裏。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，就如淫亂、污穢、邪情、惡慾和貪婪。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，以及惱恨、憤怒、惡毒、毀壞，並口中污穢的言語。不要彼此説謊，因為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，穿上了新人。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並不分希臘人、猶太人、受割禮的、未受割禮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各人之內。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，聖潔蒙愛的人，就要存憐憫、恩慈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的心。好，大家請坐。第一節咁樣講，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上面的事。
若真當就當，若真就當，係一個邏輯嘅問題。即係英文咧就 if then， 如果咁咧就咁樣。咁啊，若真什麼就當什麼咧？就係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上面的事。你哋係咪真係與基督一同復活呢？基督喺2000多年前已經復活咗，呢個係一個歷史嘅事實。但係當你相信佢，就可以同佢聯合，得住新嘅生命。每個人如果想要得呢個新嘅生命，佢都要去親自接受呢個信耶穌。而且我哋每一個人去思考呢個問題，保羅問你係咪真係與基督同復活？係一個我哋每一個人親自要自己去答嘅。如果你個答案係唔係好肯定或者 no 嘅咧，我想問下你，有啲咩阻礙你去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嘅救主、生命嘅主咧？我鼓勵你將你嘅生命交俾佢，因為佢係一位可靠、信實嘅神。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係當我哋信耶穌嘅時候，當我哋信靠基督嘅時候，佢嘅就喺俾我哋一個新嘅生命，佢嘅大能開始更新我哋嘅思想、我哋嘅價值觀、我哋嘅品格同埋我哋嘅生活。聖經講呢樣嘢係重生。咁我哋知唔知道自己係已經重生？我哋點樣知道呢？唔係單單話我做咗個決志禱告，我單單接受咗水禮，而係喺我生命裏邊有一個新嘅屬靈嘅生命。你會感覺到一啲唔同，你開始渴慕神，你開始愛佢嘅說話，願意信服佢。雖然我哋好多時都會行一步、行3步、褪一步，我哋會有軟弱，但係佢生命嘅方向就係跟隨基督。大概喺中1至中2嘅時候，我開始清楚自己係重生嘅人。開始清楚係一個重生嘅人。一方面，聖經嘅說話不停嘅話俾我聽，我係有罪，我會好因為咁嘅緣故好扎心。但我願意悔改嘅。另外一方面，神又透過唔同嘅方法，透過唔同嘅人去鼓勵我，好好咁去跟隨神。有時候我會因為聖經講一啲嘅原則、一啲嘅真理，我覺得我做唔到，我冇辦法靠自己，我好掙扎，但係仍然想好單純咁去回應。我同神講話，我願意，求你幫我。慢慢我就覺得神喺度改變緊我。無論我對屋企人嘅態度，對讀書嘅態度，都有正面嘅轉變。呢啲改變唔係靠我自己能力可以做到嘅。事實上，信主之後咧，我仍然都有掙扎。而呢啲掙扎其實對每一個真正跟隨基督嘅人係好正常。某程度上，呢啲甚至乎係顯示我哋新嘅生命裏邊同舊嘅生命、舊嘅罪性喺度爭戰緊。每一個人裏面都要對付罪，因為我哋都因為呢個正反映對付罪嘅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咧根本唔察覺，亦都唔在意。但係如果我哋有神嘅生命裏邊嘅時候，我哋就會開始對罪會敏感，渴慕離開罪，活出神所喜悅嘅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最擔心嘅係你一啲掙扎都冇，因為呢個反映你可能未有神嘅生命。所以我哋係咪真係與基督一同復活呢？如果你答案係嘅話，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。保羅跟住點講啊？你們就當求在上面的事。呢個求係帶住一個持續追求嘅意思，唔係偶爾諗一諗，唔係一時嘅覺得好熱心，而係呢個生命裏邊嘅方向係不斷咁去尋求神，思想佢嘅真理，追求佢嘅心意。
一個人所追求嘅，往往會反映佢裏邊有咩嘅生命。當神嘅生命喺我哋裏面嘅時候，我哋越嚟越想親近佢，對佢嘅說話，對佢嘅國，對佢嘅心意產生真正嘅興趣。唔係因為其他人去催逼我，而係因為我裏邊有咁嘅生命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冇聖靈所賜嘅新生命，你用更加多嘅方法，更加多嘅提醒，都唔能夠真正令一個人回轉去諗上面嘅事。唯有基督嘅生命喺我哋裏邊，我哋先至能夠活出求上面嘅事。所以無論你返咗教會幾耐，我相信神擺你喺呢度係有佢嘅目的嘅。我鼓勵你，唔係淨係單單聽道、收集資料、觀察其他人，唔好做一個臥底，一直站喺門外去研究基督教，係要進入呢個生命去委身跟隨主。今日我哋可以相信，我哋可以選擇去相信佢，同佢一齊復活，就親身經歷主耶穌所賜奇妙豐盛嘅生命。對於你未接受耶穌入你生命嘅人，或者你有其他信仰嘅疑問，仍然喺掙扎裏邊，我哋好樂意同你傾。你可以揾我哋唔同嘅牧者或者一啲嘅領袖，讓我哋可以陪伴你一齊去行呢條路，去明白呢位又真又活嘅神。雖然我哋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得着新嘅生命，呢個唔代表屬靈嘅爭戰已經結束咗。相反，新嘅生命仍然係面對好多舊生命嘅挑戰。嗰啲曾經克制我嘅罪、我嘅私欲，仍然試圖咁樣將我拉離開基督，破壞我同佢嘅關係。所以保羅講啊，喺第五節嗰度，你哋要治死你們地上嘅肢體。治死係一個非常強烈嘅字眼，唔係稍微克制一下，亦都唔係去學習點樣去和平共處，係要徹底嘅對付。就好似一個垃圾車拉啲垃圾去堆填區，我哋舊人同埋舊生命裏邊嗰啲嘅偶像啊，要拖到去垃圾場度一次過燒毀。因為呢啲都係地上嘅肢體、地上嘅事。第六節嗰度提醒我哋，神嘅憤怒同埋審判必臨到那悖逆之子。保羅喺呢段嘅經文裏邊列出咗兩組嘅罪惡清單。第五節係同個人嘅私欲有關嘅，淫亂、污穢、邪情、惡欲、貪心。第二組喺第八節係表現言語同埋同人際關係上邊嘅，包括憤怒、暴怒、罪惡、惡毒、毀謗同埋污穢嘅言語。保羅冇喺呢度列出所有嘅罪，佢哋讓我哋睇到罪嘅背後往往牽連一個更深層嘅問題。邊個坐喺我哋生命嘅寶座上面呢？偶像唔一定係一個雕像。今日嘅偶像可能好多時我哋睇唔到嘅，可能係金錢、權利、名聲、成功、享樂，甚至乎係一啲知識。呢啲東西都唔係一定係罪。問題係在於佢係咪取締咗神喺你心裏邊嘅地位？知識本身唔係罪，問題係當人將智慧取代神嘅真理，呢啲就係問題。金錢本身唔係問題，但係你透過呢啲咁嘅事情，用金錢成為一副嘅 lens 去睇所有嘅嘢，咁就係問題。如果金錢成為我哋最大嘅安全感同盼望，當佢成為喺我哋生命中最重要嘅位置，佢就成為咗我偶像。我第一份工嚟到加拿大係喺 Nortel 做，當時嘅股票咧一路咁升得好高。好多人咧相信財富咧係越嚟越多，彷彿永遠唔會停止嘅。但係公司最後尾倒閉咗。咁我嗰啲退休金咧，唔係我就嗰度冇退休金啦，嗰啲即係喺啲 lock in 嘅 CPP 啦，都變成翻10%，即係話咧10蚊剩翻1蚊。
幾慘。咁嗰段經歷咧，令我好深嘅體會。如果我將我盼望建立喺金錢上邊咧，金錢會成為我偶像，而偶像最終係唔能夠成為我哋真正嘅依靠。第8節提到憤怒同暴怒。當一個人任意發怒，認定自己一定係啱嘅時候咧，佢會將自己擺喺一個審判者嘅位置上邊。佢其實好容易會越過攞咗神嘅位置。真正有資格作最後審判嘅只有一位，就係神。所以保羅要我哋去治死地上嘅肢體，因為佢哋唔能夠因為佢哋唔單止係一啲需要改善嘅壞習慣，而係會攔阻我哋去信服神，令到我哋嘅生命越嚟越跟呢個真正嘅生命源頭越嚟越遠。保羅形容呢個係一個好鮮明嘅對比。地上嘅事係以自我為中心嘅生命，追求今生嘅滿足，將盼望建立喺短暫嘅事物上邊。我哋要治死佢哋。上面嘅事係以基督為中心，追求嘅係神嘅國、神嘅心意同神嘅榮耀，讓我哋越嚟越似基督。所以當求，因此保羅唔係叫我哋單單去脫去舊人，而係要穿上新人。所以喺第12節嗰度講，憐憫、恩慈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呢啲唔係淨係修養，而係基督生命漸漸喺我哋生命彰顯。我哋可以靠啲乜嘢呢？我哋要靠神嘅說話。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去每一日靈修。而家我哋仲有好幾本喺辦公室。如果你想參與呢個我哋整個廣東話嘅靈修嘅運動，你可以攞一本。有時候我都會諗，當我哋嘅目光係注視金錢，或者我哋有時睇唔啱睇嘅嘢嘅時候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有一對眼睛其實係不停咁望住我哋嘅。所以我哋要好好，當我哋諗到呢樣嘅時候，我哋唔單止可能唔會笑，我哋仲會好羞愧咁，我應該唔好做啦。所以咧，呢個係一個對我哋每一個人好好嘅提醒，就係其實有眼睛喺度望緊我哋。好多基督徒喺初信嘅時候咧，對神充滿熱情，好真實咁經歷上面嘅事所帶嚟嘅喜樂同埋平安。但係咧，當我哋冇持續將心思擺喺基督身上面嘅時候咧，我哋其實會不斷咁樣可能會偏離咗，好容易俾地上嘅事吸引。罪係非常有吸引力嘅，因為聖經講罪中之樂，佢往往會帶嚟我哋短暫嘅滿足，但係最終係帶嚟敗壞。有啲人可能佢覺得自己已經重生，但係佢冇擺決心去全心去跟隨耶穌，慢慢佢嘅信仰變成一啲外在嘅習慣，而唔再係生命裏邊嘅中心。對神嘅國冇乜熱情，對屬天嘅事越嚟越冷淡，反而將更多嘅心思擺喺地上嘅事。啟示錄咧形容呢啲屬靈嘅光景叫不冷不熱，用廣東話咧就可以咁樣講，甩底嘅基督徒，唔係完全離開教會，又唔係，而係咧跟隨，唔係完全離開教會，但係佢跟隨主嘅道路咧已經失去咗忠誠，又唔係完全唔信耶穌，而係冇真正嘅讓耶穌作生命嘅主。弟兄姊妹，神唔係要我哋做一個不冷不熱嘅基督徒，甩底嘅基督徒。神呼召我哋每一日做出新嘅決定，就好似經文裏邊英文講 set 你個 mind， set 你個 heart on things above， 要將心思意念放喺上面嘅事。每一日我哋要重新將我哋嘅心思意念校正喺基督身上，刻意去治死舊嘅我，穿上新人，選擇去討神嘅喜悅，而唔係單單討自己喜悅。呢個係一個刻意嘅決定，係 intentional 嘅，係出於我哋對基督嘅委身。但同時，我哋都唔能夠靠自己嘅力量，而係要
謙卑咁去倚靠神嘅能力。有一個人咁樣講 ：We become what we love。我哋會成為我哋所愛嘅。我哋最心所愛嘅，最終會塑造我哋。我哋愛啲乜嘢，會影響我哋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如果我最愛嘅係世界，我會越嚟越似世界。如果我最愛嘅係基督，我哋就會越嚟越似基督。所以效法基督，唔單止係要刻意，我哋唔係淨係去仿效佢嘅外在行為，而係靠住聖靈持續喺我哋裏邊更新，被塑造成為基督嘅形象。呢個係歌羅西書第3章描述一個新嘅生命。所以唔好讓地上嘅事喺我哋心裏邊嘅寶座上邊成為我哋嘅王，而係讓基督永遠坐喺我哋生命裏邊、心裏邊嘅寶座。因為唯有佢先至能夠帶嚟真正嘅生命、永恆嘅生命。唯有佢值得我哋一生去追求。耶穌唔單止賜俾我哋一個新嘅生命，佢更要持續咁去塑造我哋，成為一個新嘅我。呢個全新我有咩特點呢？有2方面。喺9節同第10節嗰度講：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，穿上了新人。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脫去舊人同舊人嘅行為，穿上新人。呢度嘅時式係一個叫過去中行式，係我作嘅，即係咧，因為主動式、被動式，但係佢叫 past middle participle。中行式即係話咧，包括咗主動同被動。點樣主動？點樣被動咧？即係話你要願意去改，你又被聖靈去改。即係話你自己願意聽聖靈、信服聖靈，你同佢合作，你又願意去改，俾我哋睇到一個好重要嘅屬靈原則。成長唔係單單靠自己嘅努力，你都需要付出代價，亦都唔係消極咁去坐喺度等候神改變我哋，而係去回應聖靈喺我哋裏面嘅工作。神喺我哋裏面工作，我哋亦都要願意順服佢。當我哋順服神嘅說話嘅時候咧，持續禱告，每一日把生命嘅主權交過俾佢，聖靈就會喺你嘅裏邊不斷更新、塑造我哋每一個，等我哋越嚟越似基督。頭先都講過，我哋真係唔可以淨係靠自己嘅力量。你諗下亞伯拉罕，佢唔係一開始就係完全有信心，佢都軟弱過，佢跌倒過，佢曾經用自己方法去解決問題。但係當佢一次又一次咁去學習，相信神、信服神，喺一生與神同行嘅過程裏邊，佢就一步一步被神塑造佢嘅生命，成為一個信心之父，同埋透過佢嘅成就去祝福其他人。今日我哋都係一樣，神從來唔要求我哋單單靠自己嘅力量去活出聖潔。神呼召我哋係叫我哋每一日去信服佢，同佢同行。當我哋願意同聖靈合作嘅時候，回應佢喺我哋裏面嘅工作，聖靈就會持續咁去更新，去 transform 我哋，讓我哋一天一天更像基督。曾經有一個弟兄咁樣同我分享，佢喺一個聖經嘅學習裏邊，佢成日都好掙扎。佢話我好難饒恕人。佢話有個同事成日得罪佢，佢好唔開心，好嬲，好想去鬧佢一餐。但係當佢由公司落到去停車場嘅時候，突然間有個車經過，個車牌係70×7。因為彼得曾經問過耶穌：我要原諒人幾多次啊？70個7字。呢個車牌就提醒咗佢，原來我都係咁無力，我冇辦法去原諒人。但係從呢個車牌嘅提醒，佢話神啊，我願意去聽你嘅話，我去原諒人。神就慢慢咁去改變佢。你有冇經歷類似嘅感受呢？即係
新嘅我係要與聖靈合作。神俾你佢嘅說話，你話俾你聽，你喺呢方面要改變。你話我唔得啊，我冇能力啊。但係神不斷嘅去鼓勵你，提醒你係可以，聖靈佢有大能可以改變你。而呢啲嘅成聖嘅過程，就係神喺我哋生命裏邊持續重新嘅創造 recreation， 恢復神嘅形象。全新嘅我第二個特點就係呢個新人喺知識上面漸漸更新，正如做他主的形象。神嘅救恩唔係淨係要赦免我哋嘅罪，佢係要恢復我哋原來按佢形象被造嘅樣式。所以救恩唔係以前我係一個唔好嘅人，現在努力去做一個好啲嘅人。你得救嘅過程唔好咁樣諗，因為呢個唔係我哋靠自己能力可以做到，而係神正喺度做緊一個重新嘅創造 recreation， 係恢復神嘅形象。以前冇真正喜樂嘅人，開始經歷從神而嚟喜樂平安。以前唔能夠饒恕人嘅人，開始學習饒恕。以前淨係好睇重金錢嘅人，開始睇錢冇咁重要，更加愛神，更加願意去服侍其他人。以前乜嘢都係諗自己嘅，而家開始去諗下其他人嘅需要。好多時候我哋甚至乎冇察覺，神已經一點一滴咁喺度改變緊我哋。呢個唔係單靠人嘅努力，而喺神面前，我哋係被佢重新嘅創造，恢復佢嘅形象，穿上了新人。新人喺知識上漸漸更新，正如做他主的形象。我好細個嘅時候呢，我媽同埋好多阿姨都話我好乖嘅。咁呢，其實佢哋有啲嘢唔知道，我係因為信咗主先至乖啲。神一路喺度改變我，確實佢哋忘記咗，或者佢哋唔知道我內心有幾壞。但係神一路咁喺度修補我嘅時候，改變我啲唔啱佢心意嘅事情，地上嘅事情，佢一路喺度重新嘅恢復我，恢復去做我嘅形象，俾我一天一天更加像基督，能夠可以活出起初神創造人嘅榮美。去到第12節，我哋一齊讀呢度好嘛？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，聖潔蒙愛的再嚟個。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，聖潔蒙愛的人，就要存憐憫、恩慈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的心。保羅喺度提醒我哋嘅身份，我哋係邊個？新嘅生命帶嚟新嘅身份。新嘅身份第一部分，我哋係神揀選嘅人。救恩係神主動嘅恩典，係神先愛我哋，呼召我哋，將我哋帶到嚟基督嘅面前。我哋要用信心去回應，跟隨基督有一個開始，但係唔係呢個決定開始之後就結束。我哋一生都要喺學習，讓基督耶穌成為我哋生命嘅主。即係話你聽佢講，你願意，就算唔係你自己嘅意思，你唔想嘅，你都要跟隨佢。所以蒙揀選係代表一個非常寶貴嘅事，我哋係屬於神嘅。第二，我哋係聖潔蒙愛嘅人。聖潔其中一個重要意思就係分別出嚟歸俾神。因為神嘅大愛，我哋被呼召、被救贖，成為一群單單屬於佢嘅人。所以我哋嘅人生目標開始改變咗，我哋人生嘅方向開始改變咗。我哋唔再單單按照呢個世界所定義嘅成功嚟活，去追求金錢、地位、享樂、自我實現。我哋開始問，我哋生命點樣可以榮耀神呢？第12節講咗5種特質：憐憫、恩慈、
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呢啲都反映神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面創造嘅形象，恢復神嘅形象。啱啱就同第8節嗰5樣嘢做一個鮮明嘅對比。舊嘅生命裏邊有憤怒、惡毒、毀謗；新嘅生命裏邊會生得出一啲憐憫、恩慈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。呢啲正正亦都反映係神嘅性情。而呢啲生命嘅改變，我哋唔係停留喺個人嘅層面，係一定會影響我哋同其他人嘅關係嘅。神嘅工作從來唔係改變一個人，係要建立一個新嘅群體。以前我哋喺未跟隨主嘅時候，全部都係咪。但係你跟隨咗主之後咧，就唔係咪咁簡單啦，就係 we。因為咧喺我哋生命裏邊，神用其他嘅弟兄姊妹、屬神嘅子民一路去改變我哋。神唔係單單要塑造我，係要塑造我哋。當我哋信主嗰刻，我哋唔單止得着新嘅生命，我哋都同樣加入咗一個新嘅群體。基督嘅身體有一個新嘅身份，喺一個新嘅家庭裏邊。而且好多時候，神透過呢個家庭、呢個教會嚟到塑造我哋。我哋學彼此相愛、彼此包容，去磨合、彼此饒恕、彼此扶持、彼此勸勉，令我哋一日比一日更加像基督。所以一個真正成熟嘅基督徒，唔係單單係聖經知識上面增加多咗，而係喺我哋亦都唔係淨係喺侍奉嗰度比以前更加多。真正成熟嘅基督徒係喺生命裏邊越嚟越能夠表現佢似耶穌。佢越嚟越有愛心，越嚟越懂得饒恕，越嚟越追求合一，越嚟越關心別人嘅需要，亦都越嚟越高舉基督，唔係高舉自己。我認為一個人係咪真正成熟去跟隨基督，有好重要嘅指標就係我越嚟越少，我哋越嚟越多。以前我最關心嘅，我中唔中意啲乜嘢啊？我能夠得到啲乜嘢啊？有冇人睇中我啊？我喺基督嘅生命裏邊不斷咁被塑造。我開始會問弟兄姊妹需要乜嘢呢？教會點樣可以被建立呢？我可以點樣去服侍其他人呢？我願唔願意接納一啲同我唔同嘅人呢？我願唔願意去原諒、去饒恕得罪我嘅人呢？我點樣先至可以讓神得到最大嘅榮耀呢？因為真正嘅生命唔係淨係改變一個人，新嘅生命係會建立，神要建立一個新嘅群體，彼此相愛，彼此建立，去見證基督。喺我信主之後，我最大嘅得着，或者喺我生命屬靈生命上邊最大嘅塑造，就係透過教會嘅弟兄姊妹。當然啦，有時候佢哋會好關心、好愛護我，但係有時佢都會提醒我，甚至乎責備我，等我知道原來我嘅人生唔係應該淨係顧我地上嘅事，我自己中意嘅嘢，而係要去顧及呢個家、呢個天國同埋我哋呢個屬靈群體嘅生活。所以我好感恩神擺我喺唔同嘅教會，其實都有好多個學習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有呢個新嘅身份，唔係再係單單去 focus 喺自己身上，係 focus 喺我哋身上，點樣神去塑造我哋每一個。歌羅西書第3章描繪呢12節裏邊描繪一個新嘅生命，新嘅我，新嘅身份。而呢啲一切都係由一個中心開始，就係基督。我哋要將我哋嘅心思意念專注喺天上面嘅事，重新將基督去認識，要治死我舊人，穿上我嘅新人，信服聖靈，活出新嘅身份。同埋我哋喺呢個新嘅群體裏邊，一同被塑造成為更加似基督嘅樣式。因為
基督唔係單單我哋生命嘅起點，佢係我哋生命嘅中心同埋終點。有一班人咧去行雪山啦，其中一段路咧係非常危險嘅。響度就同佢講啊，你哋咧要踩我嗰個腳印，唔好自己去揾路。咁有一個好有經驗嘅登山嗰個人咧，佢就懶醒啊，佢話：嗰邊條路近啲啊！佢一行出去就跌咗落一個好深嘅雪裏邊，差啲就唔知跣咗去邊。咁呢個響度咧就一手咁拉住佢，拉翻佢上嚟。佢話：你嘅安全唔係因為你行山好叻，而係因為你跟住我腳印。耶穌講：我嘅羊聽我嘅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着我。徹底跟基督，唔係偶爾咁樣去聽佢講嘅說話，而係每一步都願意去跟隨佢。唔好做一個臥底嘅基督徒，淨係收料唔肯委身；唔好做一個甩底嘅基督徒，不冷不熱。我哋要做一個徹底嘅基督徒，去跟耶穌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你嘅說話係帶住能力，而且你要我哋經歷新嘅生命、新嘅自我、新嘅身份，讓我哋可以被你再重新嘅塑造，恢復你起初做我哋嘅形象。我哋唔能夠靠自己嘅能力，但我哋願意，求你就幫助我哋每一個，願意去委身，徹底咁去跟基督。多謝你不離不棄，不斷嘅去提醒我哋。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祈求，阿們。邀請每位喺神面前站立，我哋唱一首回應詩歌《更新我心》。主幫助我哋每一天